太阳市场。这是咱南寮中啊吼，一年一遍的这个发放奖学金，咱用妈祖的精神吼来照顾咱的孩子，咱认真读册囡仔，来感受妈祖的关怀，甲妈祖的爱。咱嘛希望这会晓读册囡仔，高读册囡仔，以后得到妈祖的这个奖学金嘛吼，伊嘛会当发挥妈祖的精神。多关怀一些弱势的朋友，或是关怀一些成绩学业比较赶不上的同学，要照顾他们，不是只有用金钱他们的较高读册的爱较学业比较落后的朋友同学来照顾，较爱读册来积德，这嘛是发挥妈祖的精神所以咱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弱势，发挥妈祖的精神，感谢。谢谢。好。不用，来我帮你分。好，谢谢。在此提醒大家，我们要发扬妈祖的精神，学习妈祖的精神大家要登记之前爱去甲妈祖拜拜。我鼓励大家来看妈祖庙第一边写什么大家要学习妈祖的精神，要关怀弱势，关怀我们身边的朋友，也要关心爸爸妈妈，多孝顺父母感谢大家，再次的恭喜大家，祝福大家，谢谢大家。